来看立法院新会期今仔开议，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去立法院施政报告。虽然国民党的立委抵制，严格立院长韩国瑜的主导，嘛互杜英泰会当顺利上台去报告。伊针对人口对策、打砸、反毒、无价来提出解决的办法。另外，总预算安怎阁还未解决，行政院办事敢阁会提出复议。杜英泰只强调讲，伊会来提出合法合宪的救济。 行政院长杜英泰上台就和国民党立委提标语化口号反对，民进党立委赶紧反制，话讲要开会理性监督，场面正混乱。立法院长韩国瑜请杜英泰先登记坐会，向立法委员叫因冷静，维持现场的秩序。我们立法院展示立法院的风度，好，请坐。我们坐下来之后，大家把秩序维持，我再会请卓院长上台报告。 反对行动无到10分钟就结束，杜英泰顺利就台做施政报告，强调国内有5大级别的问题要解决，包括人口对策、打击诈骗贩毒、人才人力平稳不价，也有能源转型。我们会精准掌握国际原物料情势及国内民生商品价格变动的情形，严格的查办垄断、囤积、哄抬等情势，确保物资供应无虞，以及民生物价的平稳。 在民生政治部分，杜英泰也讲到，0到6岁国家最电池2.0，长照3.0，扩大推展大县整合照顾服务，促进健保养恤等10大健康台湾的新制度。严过总预算案也未解决，外界有估行政院提复议的时间点，可能是伫咧27行政议会。邀请多位的公法学者、财政学者也还在研究如何来行使这个合法合宪的救济程序。 那么，一旦程序我们认定完成之后，我们将依序来完成。统一呼吁是补救，总是这唯一的路。港督评价时代力量、欧巴桑联名等5个小党在立法院外口化会，希望行政院赶紧提出总预算复议案，也要求南北应该支持，才能合法地补救总预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